台南府城一直拢是台湾上热门的观光城市，每到假日，真侪热门景点路线总是会塞车。为了改善塞车状况，市府向中央争取预算，布建智慧交通系统，让市民大众有更加便利的交通。利用智慧科技，能够来让许多一些特殊的车辆的这个通行速度能够有效提升。这也谢谢中央跟我们市府还有议会的支持，能够让这个预算能够通过，能够相当程度的有效提升交通服务品质。台南市是个古都在古都里面要辟建新的道路，坦白讲有一定程度的难度。但是除了辟建道路之外，我们也努力在辟建道路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运用许多科技的方式，能够让民众得到意义有效果的提升。市府交通局好事两当，逐步针对中西区14条容易塞车主要干道，建置24组 AI 影像辨识设备。这套系统伫启用了后，不但会当减少指挥交通能力，嘛会当降低旧城区干道塞车的情形。启动智慧路网车畅行教育设施再升级。就是旧城区的这个路网其实很密集，而且道路路幅狭小。那交通的流量的特性呢变化多端，所以呢过往呢就靠我们的这个监控人员呢，透过监视器，那及时的来判别这个拥塞的方向，然后来进行号志的调整。那为了让我们的号志更聪明，所以我们就跟交通部争取经费，那透过 AI 辨识跟这个相关演算法的设计，所以我们现在的号志呢，可以及时的根据拥塞的方向来调整红绿灯的秒数。那就是说我们让比较拥塞的方向的绿灯时间稍微增加。那我想，这样子呢，对于我们整个道路的使用的效率可以提升。透过这样的设计呢，第一个可以减轻我们监控人员的负担我们用全部是电脑及时来控制所以是比较及时。另外一个是我们透过这个演算法呢，我们也设计了拥塞告警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路网呢在这个路网里面的这个 AI 辨识跟监视设备呢，会及时告诉我们把这个拥塞等级分级，然后如果有拥塞的时候，可以及时跳出来拥塞的告警。台南市是一个古都，在古都内底辟建新的道路有种种的困难，但除了辟建道路以外，台南市政府运用科技，让交通运输效率嘛得到了改善。台南新闻家邵伟采访报道。